那我怕麻烦，我怎么能不认罪？赶快认罪，怎么的？香港的马路和我们北京相比啊，那小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香港我就没有看到过我们这么宽的马路。交通本身不是一个马路宽不宽的问题。香港面积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，人口却接近700万，约每20人拥有一部私家车。地铁、巴士每天运送乘客大约1100万人次。受地理环境的限制，香港街道狭窄，加上每天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来往旅客，交通压力非常大。然而，在香港出行，交通拥堵的情况并不多。什么原因使香港的城市交通井然有序？这一问题颇为耐人寻味。我本来自己有部车，你知道吗？我开车啊，我就去机场，我就走在内线啊，超车道，我大概开了10公里吧，我就被警察拦下来了。我开了个罚单，开个罚单就开了罚单吗？我交钱就是嘛，不，他妈烦了，还要出庭，怎么的？我那么忙的人，我就为了出这个庭啊，哎呦，真是的，费了多少劲儿，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一天你就不能走，你就非得留在香港不可。干嘛出庭？因为你违规。然后我们大概有不止我一个人了，违规很多啊，10几个人啊，每一个人都叫上来站在那里。法官问你讲广东话还是讲英文或讲国语？我跟他讲我讲英文啊，我就跟他用英文对话。他一定要把条例跟你从头到尾念一遍啊！我心里想，你浪费时间嘛，大家不都坐这儿吗？像你们一样嘛，念一遍就好了，都听懂嘛，是不是？你们有50个人嘛，何必念50遍呢？这位法官同志就念了50遍。每一个人走上来，请问你什么名字？好，把条例念给你听。你犯了这个罪，认不认罪？如果你不认罪，下面再开庭，再开始庭，就把这个交通警察一起请过来给你对质。那我怕麻烦，我怎么能不认罪？赶快认罪，怎么着？你认罪都不行，都要排队认罪呢。我想快一点，哎，我先认个罪，我先走，可不可以？好吗？那就按照反正还有一套程序，你该什么时候认罪，什么时候认罪，早认罪都不行。这是50个人哦，就折磨了我1个上午，好吗？那如果我来处理，那可不快一点的？都认罪吧？都认罪好了，一票解决，1分钟解决，不是很快吗？他不，他就是个死脑筋，他就给你是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步步的走。我告诉各位，这个一步一步走，一步步走，就是一个法治化的基本精神。而且这种法治化的基本精神啊，在香港是无处不在。可最近啊，搞得有点奇怪。那么你们有时候最近过马路啊，会在地上写几个字，你知道吗？请向右看。这写给谁看的？是写给我们内地游客看的，因为他们是靠左行驶，我们内地是靠右行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呢，我们习惯向左看，对不对？可在香港呢，要向右看的，啊。那么以前我在97年之前都没有的，香港人非常自觉，到那边就停下来，啊，红绿灯非常严谨的。那现在就比较乱了，你知道，因为观光客太多，你知道是吧？啊，那这个小小的交通符号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小交通符号就告诉你守法的重要，啊，由于香港人非常的守法，非常的遵从红绿灯的规定，因此香港啊，随意穿越马路的人，不敢说没有啊，非常少。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马路这么窄，你们去逛街的妇女同胞们一定有个最深刻的印象什么呢？香港人开车速度奇快，对吧？在那个1条道跟2条道的马路，他开车的速度呢，甚至可以到达60公里/小时，啊，速度奇快。为什么？因为香港乱穿马路的绝无仅有，不敢说一定没有啊，非常少，已经养成香港开车人的一种直觉，一开就加速，好吗？那么在这个内地是不可想象，就这么一个小的马路，你敢开快吗？哪天哪个人突然走出来，那么撞他不是很麻烦吗？在香港就没有这种顾忌，而这是为什么大家看香港人开车这么快，原因就在这儿。但是你又注意一个现象，香港的马路和我们北京相比啊，那小的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香港我就没有看到过我们这么宽的马路，什么几环几环的。为什么香港人在小马路上开车这么快？因为他没有塞车，啊，上下班时间他车行速度缓慢，但是没有塞车。好吗？我可以这么讲，我只要在非上下班时间，我如果开车从香港中文大学一路开到中环的话，我在新界要经过九龙开到中环哈，
我25分钟到，我可以这么把握讲，我的误差大概2、3分钟。如果是上下班时间呢，加个10分钟，就这么精确。果然，什么叫交通？我从香港的例子我才发现，交通根本就不是拓宽马路，交通本身不是一个马路宽不宽的问题，而是个什么问题？一个管理的问题。那你说从香港，我打个岔，讲到新加坡，新加坡地方更小，我看整个新加坡啊，这个开个车的话呢，大概10分钟、20分钟就可以走完全岛了，好小的一个地方。人不多吗？车不多吗？都很多。他怎么没有塞车啊？那么再看看印尼，经济这么落后，远远的不如新加坡，不如香港。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塞车严重的不得了。香港的马路不宽，车速这么快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塞车。那么请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你们今天从机场一出来，如果你们搭出租车去香港的话啊，你会发现有3种颜色的的士，红色、绿色跟蓝色，是吧？你们注意看一下3种颜色的士，为什么？很多人都搞不清楚，甚至包括很多香港人。我们有一次听到有个传言呢，什么传言呢？那就是香港政府，这是传言了，我都不晓得是真是假。媒体曾经这么报道过，就是说香港政府觉得3种颜色的出租车的士太麻烦，因为你需要3套管理办法、3套人员，很麻烦嘛，干脆都改成红色的。为什么改成红色的呢？因为红色的的士，它可以跑新界、九龙跟香港，因为香港就这3个地方，新界、九龙跟香港，它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绿色的呢，只能留在新界跑；蓝色的呢，只能留在一个最偏僻的大屿山跑，它不能出来的。啊，3种的士，我想请问各位为什么？管理，啊，那么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啊，我就找了很多原始数据，看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出租车分成3种颜色。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，豁然开朗，哦，原来交通问题是管理问题。那么根据当时英国政府的研究，香港的的士、香港的出租车一天跑24个小时，而且香港人他做事是非常的勤勉，他都是2班制。一个人开第1班12个小时，开完之后呢，把车子给第2班开12个小时，所以只要容许一部出租车上牌，那么24个小时呢，它都在马路上。私家车呢，不是的，私家车是偶尔为之，偶尔上路。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这个原因，而规定出租车的牌照数量不得增加。那是经过什么详细测算出来结果？说在这种地方啊，要不塞车，就要确保多少数量出租车不能超过，一超过就有可能塞车。那么，当你搞3个颜色出租车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绿色的只能跑新界，蓝色的只能跑大屿山。那么我们反过来来个逆向思维吧。就像那个传言所说的，如果哪一天香港政府突然规定，麻烦嘛，3套设备、3套管理办法，干脆都改成红色的好了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那么，所有的出租车，包括绿的跟蓝的啊，再也不会在新界跟大屿山拉客了，因为那是穷地方，好吧？他们都会到哪去拉客呢？都跑到尖沙咀跟香港岛去拉客了。你只要改变这个小小的规则，你就发现，尖沙咀和香港岛马上变成北京一样，就开始干嘛了？就开始塞车了，啊！哦，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搞懂，哦，原来弄绿地的目的，你收的钱比较便宜，你交的管理费也比较便宜，什么目的呢？就是要你留在新界，接受那一些比较贫穷的客人，你不能离开的。蓝的呢？收更低的费用，交更低的税，更低的管理费用，你就留在大屿山，
接送更贫穷的百姓。你分配良好，所以就没有塞车。那么，如果一个绿地跑到红地的地盘去拉客呢？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儿，只要有老百姓看到，或者其他的士司机看到，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报警。这个什么？全民的法治化意识。由于全体老百姓都有法治化意识，所以绿地、蓝地绝对不会到监察局去，他更不会去港岛，因为这是违法的行为。那么这种法治化的建设之下，使得交通呢井井有条。你可以开车无所谓，你每次加油，你就4倍的价钱。原来用严刑峻法的力量，让你有法治化的观念，好笑啊！大男生呢穿个黑色的长袍，我戴个假发，好笑。香港是世界上罪案率最低的城市之一。回归10年来，香港的治安状况令人满意。作为近700万人口的城市，香港的罪案率保持在每10万人口中1100宗至1200宗。在经济的繁荣背后，法治是撑住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。香港的交通与出租车似乎也正是法治精神的具体体现。你再回头看一下香港的建设，那我在这里告诉各位一个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消息：谁是香港最大的地主？不是李嘉诚，猜一下，香港地铁公司啊。为什么香港地铁公司是最大的地主呢？因为香港的城市发展是以地铁为主导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地铁开到哪里，房子建到哪里，所以房子是依着地铁而建的。什么结果呢？那就是坐地铁最方便。你会透过这样子的市政建设，而用制度化的方式逼迫每一个老百姓，也不叫逼迫了，就是你会促使每一个老百姓用最迅速、最有效率的交通工具，那就是地铁，而使得更少的汽车上马路。你看这什么办法？这就是一个管理做得好。那么透过这些管理办法，它还有更严格的要求，什么呢？香港的牌照费很贵，还有汽油费是内地的4倍。你可以开车无所谓，你每次加油你就4倍的价钱啊！你的汽油就这么贵，4倍的汽油价格，用种种管理的办法解决了交通毒瘤的瓶颈。那么，如果你把我这些故事都听懂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一切的管理办法，主要根源于一个什么？一个严格的严刑峻法的法治化社会。那么新加坡做得好不好呢？做的也是很好，在很多方面，包括市政建设、经济发展，新加坡有的时候呢，还排在香港的前面。那么为什么新加坡没有塞车呢？管理做得好。新加坡它地方非常小，所以它城市发展是不可能按照什么地铁开到哪里，你房子盖到哪里，不是的。它怎么样控制交通流量呢？新加坡每一个汽车都有一个电子感应器，他们怎么收费的？用电子感应来收费，好吧？当你要进入市中心的时候，如果是上下班时间进入，你很欢迎你进入。怎么进入呢？进去一次，交1次钱，而且是直接从这个感应器上扣钱，你不需要停下来的。你只要开进市中心，马上就扣你个几百块。如果进去是要几百块，你就不会进去了。你怎么办呢？你走进去还便宜一点，或者坐地铁，或者坐公交车，好吗？所以我可以这么讲，新加坡没有塞车的原因是管理做得好。怎么做管理呢？新加坡各个街道都有电子收费器，
完全按照交通流量来收费，欢迎你进入拥挤的地区。你想进入吗？多交钱。因为这个原因而控制了交通流量，所以它根本就不必像我们内地一样，到处都是环路啊、高架，不需要这么多，因为管理做得好。回头告诉各位，你要做到这一步的管理，你的基础就是要老百姓有法治化的观念。新加坡老百姓有没有法治化的观念？当然有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新加坡是不能吃口香糖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也不能乱丢垃圾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抓到麻烦了。有个美国小朋友，我还记得，大概17、18岁吧，拿着这个喷漆啊，在新加坡车上面到处喷着，被警察抓到。新加坡按照法律的规定，用鞭子打屁股打6下。你想说，哟，我们都被打过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哦，你没被打过，你不知道，那可怕的。新加坡的鞭刑啊，是这么粗的藤条，啊，从那里到这里这么长的，你看看。那么这个打鞭打那个人呢，是绝对的高手，你知道吗？训练有素的高手，举起来，啪打下去，保证骨头打不断，打得你皮开肉绽，啊，打一下，医护人员立刻围拢上来检查伤势，可不可以打第2下？如果不可以的话呢，马上送医院，治疗好之后呢，回来再打第2下。对，一直要打完6下，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美国朝野呢一阵惊愕，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对付我们年轻人呢？喷个车子嘛，什么了不起的呢？但是很多美国人也支持新加坡的做法，但是美国总统，我还记得当时克林顿吧，啊，是克林顿哈，克林顿总统还特别写了一封信给到新加坡，最后打个折扣，打2鞭子啊，打2鞭子本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建立法治化的观念。哦，原来用严刑峻法的力量，让你有法治化的观念。只有在这种情况，才能产生自觉的行为，好吧？由于你都自觉了，所以反过来而言，你的管理成本大幅降低，好吗？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讲这个课哈，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谈香港啊，又花了时间在谈这个新加坡。那么你看这2个地区，或者香港这个地区以及新加坡这个国家，老百姓如此之守法，你晓不晓得？这是新加坡跟香港不塞车等等的表面现象的根本本质问题。原来你所看到的不塞车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塞车，而是一个法治化观念的贯彻。香港大律师上堂的时候，他都要戴假发，白色的假发，好吗？像女士的头发一样，戴个假发，穿黑色的长袍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我们我有时候刚到香港时候都还不太懂，一看，哎呦，好笑啊！大男生呢穿个黑色的长袍，然后戴个假发，好笑。和哪里是好笑？那是对什么法律的尊重啊？那么这种对于法律的尊重，透过法治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发展呢，才是有灵魂的经济发展。专业的财经报道，独特的财经视角，多维的交流空间，数百位经济学家信息发布，年轻的财经媒体集